台灣女神林志玲近日先後飛到去美國紐約同埋內地出席多個公開活動，每次現身都仙氣十足啊！期間佢就接受訪問，分享自己嘅保養秘訣同埋復出拍戲。對於被讚人過半百仍然都好似一個少女咁，林志玲大方公開自己保持年輕嘅5大秘訣，包括運動、飲食均衡、保持正向好心情去解決問題等等。至於做咗媽媽之後嘅日常作息，佢透露會陪仔仔早睡早起，盡量少捱夜啊！媽媽們亦都要花啲時間專注喺自己身上，喺平凡嘅生活大小瑣事入邊，俾自己可以感受到成長嘅可能性。對於戲癮問題，林志玲就話現階段繼續會家庭行先，拍戲因為要同仔仔請假太耐，所以佢應該冇辦法啦。小朋友嘅成長太快啦，佢好珍惜陪伴佢哋成長嘅時光。目前除咗長時間拍攝嘅影視作品，其他演藝計劃佢都樂意考慮。佢仲話會繼續力撐電影業，唔一定係要以演員身份，但會持續熱情咁支持，希望好嘅華語電影可以走入國際，發光發熱啊！